你母。 是母仔囝，唔免分较清楚啦。讲什么害唔害，莫遐客气啦。妈妈，我什么时阵会当去甲你斗袂晓？你是在叫什么啦？对啦，你创歹想过，阿妈有甲你骂无？无啦，阿妈拢无甲我骂。 阿母啊，我要回来啊！即摆青莲将你的想杯甲你摔转去，你拢无甲伊骂，足多谢你遮尔啊care，请害你，我等你我买。这无啥嘛？啥讲无啥？青莲今仔拍啥吼？遐么你拍到报道的手呢？阮报道是好家团圆会的汤生员呢，伊若有啥物意外吼，是啥物负责？是的啦，我以后会甲伊注意啦。 哦，讲一句实个就准煞。为着恁青田吼，阮报道迄摆叫因老爸拍到半死啊！我惊以后吼，恁青田若搁做唔着啥物代志吼，真正的阮报道以后阮才拍死哦。青田吼是无读册的囡仔，较唔捌规矩啦。啊，你若甲留到咱好教吼，使较无方便。 阿母啊，我知影青田无读书啦，啊，毋过我相信伊是一个足捌代志的囡仔。既然我甲伊收养落来，我一定会好好甲伊管教，你放心啦。你管较会哦，毋知要咱食偌济米。青田。 拄则因伫讲的话，你拢有听到哟？既然你拢总有听到，你就要家己坚强起来，将来做一个有路用的人，才袂互因看无起，好无？好。对，安尼才是妈妈的乖囝。老师，进来！老师，进来！进来了。 小弟还无想秘密哦。我肉糕好未啊？好啊好啊。顺秋啊，肉糕好啊无啦？哎呦，你骹手慢炖烧。需要啦，需要啦。哈，多谢多谢。后壁来咱炖2份肉饭。好好好。我倒来较紧的啦。是嘞是嘞，随好啦。歹势歹势。顺昌，我会倒嘞。我嘛无摕啊。多谢多谢。哎呦，你讲无代志，要来惊斗骹手，结果愈斗愈无用啊！你伫遐创啥货？无啦，阿爸，我是来斗3工，趁一点仔工钱。阿爸，紧走紧走啦！看。莫伫遐地骹握手啦，紧走啦！阿爸，多谢。为前程，可情啥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，使人心头酸。
为咱心矛盾。哎呦，来哦！哎，无要紧无要紧。一阵一阵。为前程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，你要有教啦，落下米啊，会较我命的哦。紧来啊！好。哎，李正。哎，坐下。哎，李万贵，哎，明天再给我留3斤上肉啊！好，你准备办行哦？呀，没了，给个好朋友过生日，包饺子用的。甲啥人过生日啊？啊，你是咪啊？当然是好朋友啦。好朋友是好到袂当讲出名迄种哟。是不是你底下交女朋友？哎呀，我背光了。告诉你哦，是阿菊的生日。哎，你千万不要告诉他哦。哎，我跟几个小孩子约好了，要给他个意外的惊喜啊。哎，我走了啊。好。哦，安尼神秘，原来是为阿娇过生日。你看来是对阿娇有意思哦。这。恁爸较好咧，伊若是讲对阿娇有意思，恁爸绝对袂输伊的。李八奎，阿乐，你在干什么啊？穿这身打扮，做新郎官啊？啊？你都会用的替阿娇过生日，我袂用的笑。哎呀，这是吗？要去啊？是走啊，一块儿去啊？走啊！惊就惊，我嘛袂惊你。哎，有意思啊，干嘛？哎，儿子啊，快！哎，你们哭什么呀？啊？起来！啊！给我100啊！哎呀，失败就失败了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嘛。起来！哎呀，露西亚，起来！哎呀，别！起来了！哎呀，
我早要叫我目屎姐姐啦，是啦，即摆无爱听你的啦。啊，你哪傻？你靠啥啦？你病还未死咧？目屎姐姐，你够哭你啊你！阿叫阿姨叫你卖头我。你这死囡仔，你莫吓我啦！阿叫即摆无伫个啦，看我半边过引起阮为前程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阿叫即摆无伫个啦，看我那你鞋穿下来啦？无啦，我是要扛起来。来，看我老姨讲你是咧哭，你是咧哭安那啦？我来大家一身骨背上上香啊啦！阿姨，你叫我照顾啊，你去产市捡梨纸，捡一点仔钱，就是要甲你过生日。本来想逐个来包水饺，即摆米粉都流去土沟去啊！戆囡仔，啊米粉拍人用搁洗买，啊是咧靠啥啦？啊？啊，毋过我无钱啊，啊你要安怎？要安怎啦？你这个傻囡仔足乖，你有这款的心意，后母实在足感动的。好，唔好哭，来，大家目屎切切。阿姨，我有话本来要想要你生日的时阵要甲你讲，今嘛我讲袂出来啊。有啥物话讲袂出来？还领着我生日的时才用个讲。来，你讲。阿姨，我每工甲老师啊、美容啊，斗阵读书、斗阵佚佗，你遮尔照顾我，你就像我的老母啊。对啦，你这句话我上介意听的啦。是顺昌啊，平时啊，甲我讲甲老师啊、美玉啊斗阵的时阵，阮敢若是家己的小弟兄的感觉。阿姨，我知影我已经无法常常和阮阿爸生气，自从我拄着你，我就想要好好读书。我自细汉就无老母，我也毋知影阮老母生做啥要款。阮老母有像你遮温柔、遮有爱心，以后会办上我。阿姨，我就想要和你教死啊！阿叫，我知影你即马责任真大啦。若是讲啊，你会当教是顺昌，伊将来一定做前途的啦。汉啊，阿姨，你答应啦，你答应好无啦，阿姨，好无啦。阿母。去吧去吧！哎呦，啥代志这么紧张啊？哎呦，又西装又领带的，干什么？哎呀，若是你有够朋友啊，对我行啦，莫问啊济啦，来。哎，喂！哎呦，行啦，这有关系我的终身大事啦。什么？终身大事？啊？难道说要我去给你做亲家？哎呀，去你就知影啦。来，上车，来。哎，好。拜托你哈，拜托。阿坤啊，你安尼是咧创啥物啦？咱就这是正式嘞。应该啦，顺昌即马就要带恁家，就拜托你好好的管教伊啦哈。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尽我的力量来照顾你。真是的，我以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
就这么鸡毛蒜皮一点事情，还非要叫我来，还要保证，还是莫名其妙的。别讲啦，重要的后边啦。在后头。哦。顺昌，阿姨才有较细间，你着爱甲老实甲美娥住一间房间哦。无要紧啦，我上来，多谢阿姨。讲因啦，叫什么阿姨？叫阿母啦。这是你看面抓啦，这是顺昌啊，买友好的，你吃看卖。啊，来啦，吃看卖。阿坤啊，我已经答应讲要照顾恁顺昌，你还是互伊叫阿姨安尼去自然啦。不要紧啦，伊昨嘛叫过啊，对。哎呀，我的意思就讲，就是讲，你就做伊妈妈好啦。哎，顺昌啊，你叫妈妈，你唔是上介意也叫阿姨做你的妈妈是？叫妈妈啦，叫阿母啦，来，叫阿母。还等一等。我发觉你今天有毛病啊，吃错了药了，神经病啊！啊，语无伦次的。阿昌是你的儿子，你叫他管阿菊叫妈妈，那你们俩不是成了一对夫妻了吗？哎呀，你别讲出去啦，啊，不讲。这个给内底。你这不是单刀直入吗？这个太急了嘛！哎呀，拜托你啦，小等你莫讲话。这种事情要慢慢来嘛。我知啦。这么贵重的生日，我很开心，才能给等。你一定安收啊！这是我尽心尽意的。哎，这什么东西这是？哎呦嚯！哎呦呦呦呦！哦，这么棒！哇，金链子，金镯子，哎呦，都成双成对的。这是生日礼物啊！哎，你这不是下聘吗？这个。半边过引起阮迷日操烦，为前程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哎，你这不是下聘吗？这个。我跟你讲，追女人不能急，要慢慢的，要有耐心呐。像你这么硬来硬上啊，我早晚要砸锅呀。阿姐啊，你退货啦？是的啦，我买厝的物件无咧互退货。你讲啥物话？我昨哦，住伫你这个店内底买物件，我用嘛无用过，为什么袂使退啊？是的啦，袂是袂使退啦，但是阮会当照八就甲伊要倒转来，这是吼银楼的规矩啦。你啥物规矩啦？我明明伫你店内底买物件，为什么袂使照原来的计数来退啦？歹势啦，这就银楼迄个金仔店的规矩，啊无你楼的后港袂当跑事啦。免啊啦，我买这物件本来是用要结婚用的啦，结果即马人无爱甲我结婚啦，我留落嘛无路用啊。我安尼啊，你互我做一个媒人好。好啊，啊我小姐你看卖，看有介意无？诶，彩华，你哪来啊？好，我知，赢囝吼。你哪会知啊？我当然知哦。查某人啊，赢囝就是买衫、买金仔啦，若无哦，就吸烟头。啊，你去死啦！对啦，啊你是安怎奈甲头家娘安尼大声细声啦？我拄仔伫外口吼，就听到你咧大闹空。人无爱加我啦，我买物件嘛无路用啊啦。我退互头家娘，头家娘唔退啊。彩虹，你来互我做一个公道。我买物件嘛无用过，为什么袂使退？阿坤啊，迄你头壳实在有够歹呢，因为你吼，迄金仔安尼金死死啦，倒是个查某若无爱甜吼，我看吼是头壳歹去啊。你是讲？哎呦，老咧啦，后摆吼你结婚的时嘛用会着。结婚啊？啥物人要嫁我？哎呦，只要你若有钱，啊有迄个心，
爱无惊爱无。安娜，若无吼，我再甲你介绍啦。哎哟，你看卖咧，这阁袂输敢若为我做的啦，替我准备的嘛无安尼，安尼哈，你看卖咧。 那个快准备卡，大一下，大真好吃，准备卡，准备卡，准备卡。我懂。阿妈哥送便当来给你。我懂，伊是想我他毋捌听过你有一个摆卡小弟。毋是啊，想讲伊是阮小弟，伊是我阿母捡来的啦。